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中原地產迎海分行 Alvis 啊！今日嚟到馬鞍山迎海，同大家睇一個23座一個頂層複式單位，實用面積2805尺，係屬個4房4套單位嚟㗎。嗱，個位置正係頂呢個位置，轉頭同大家睇下啦。咁呢個單位咧，除咗座向東北望到海星灣之外咧，咁另外個客廳咧有成差唔多500尺多㗎。係啊，係一個非常巨大嘅廳。而家同大家睇片啦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介紹單位。今日介紹單位實用面積2805尺，咁客飯廳咧闊咧大概7.8米啦，而個深度大概7.7米左右，係一個大嘅正方形海積。咁啊，景觀望翻一個東北嘅海星灣景觀。咁另外咧，客廳連接咗大平台，平台闊度大概9米，深度大概4米左右。大平台好處咧，閒日時間可以喺度食下早餐，享受下日光浴，或者浸下 Jacuzzi， 夜晚同朋友飲下紅酒都非常之寫意㗎。嚟到廚房位置，廚房以奶白色同埋淺灰色為主調，感覺非常之舒服。連接翻出邊另一個大平台，都係一個大嘅 C 型開積啦。備餐區非常之足夠。咁啊，亦都保留翻所有家電全線都係 Miele。姐姐房亦都有自己嘅套廁。每日煮飯就係望緊呢個感覺。好，嚟到2樓睡眠區，同大家睇下感覺。咁啊，第一間套房，呢間可以到做小朋友房啦。旁邊有浴室，有窗嘅浴室，做咗企缸設計。呢間房咧，景觀咧望翻去馬鞍山山景，景觀超開揚。咁啊，左手邊位置咧係一個大嘅套房啦，呢個可以當做長輩房。咁啊，景觀望翻去銀湖天峰一帶嘅景觀。咁啊，一樣啦，擺位非常之市正，足夠做到3邊落床。冷氣機都有2部，非常之足夠。嚟到浴室位置都係一個有窗嘅淋浴間設計，而發展商咧喺大門後邊咧都預留咗一個大嘅入場衣櫃位置。另外2間套房係另一邊，咁啊左手邊咧係另一間套房啦。咁呢個都係一個企缸嘅設計，不過呢個咧就冇窗嘅。咁令到睡房位置。呢個位置亦都做到3邊落床，呢個呢仲要好有自己嘅獨立私人平台，景觀係望翻海星灣景觀。接住嚟同大家睇下主人房位置，主人房呢左手邊位置呢可以擺放一個12尺長嘅入場衣櫃位置，咁啊右手邊呢係主人房嘅浴室位置，咁亦都係一個有窗嘅淋浴間，乾濕分離，再有浪漫鵝蛋型設計嘅浴缸。咁嚟到主人房位置，主人房咧有一個3邊窗設計啦，景觀係非常之通透。景觀同客廳相若，都係望翻個東北嘅海星灣景觀，3邊落床不在話，每日起身就係望緊呢個景㗎啦。最後，如果大家想睇樓，歡迎預約我啦。